大家好，我係靚正，繼續城中度假系列，今次嚟到佛山希爾頓。嚟呢度一定會俾呢個招牌大魚缸吸引，係星級酒店大堂少有嘅設計，最啱一家大細影相留念。傍晚時分，華麗嘅水晶燈着埋之後，襯托出更加宏大嘅氣派。今次入住冰雪奇緣親子房，特別嘅床單、抱枕，仲有汽車床、兒童玩樂設施，充滿童趣。嚟睇我變身先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酒店仲有個好大嘅兒童樂園，波波池、滑梯、彈彈床有齊，想俾小朋友放電，俾爸爸媽媽放空，嚟呢度就啱晒啦！而且每日都有專門為兒童設計嘅節目同活動，親子住客狂喜啊！玩到肚餓呢，就嚟食自助餐啦！最近雲南美食主題上身，由雲南邀請過嚟嘅師傅烹調正宗過橋米線，爽口彈牙，湯底濃郁，雲南火腿、鮮花餅，各種雲南特色菜應有盡有。每張台咧仲有大拼盤添，冇一 T 嘅胃都食唔晒。餐廳特意劃出一片區域做兒童休憩區，小朋友食飽有得玩，大人又可以專心食嘢，雙贏。6樓戶外空間亦都煥然一新，好啱搞戶外婚禮或者酒會啊！又打卡個靚正好地方。